第14章，恁着追求听，着切无属灵的温数，其中搁较着宣布的是做先知讲道。迄个讲方言的，原毋是对人讲，就是对上帝讲，因为无人听出来，总是伫伊心灵的内面，却是讲逐项的奥秘。总是做先知讲道的，是对人讲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；讲方言的，是造就家己。做先知讲道的，就是造就教会。我愿意恁拢讲方言，搁较愿意恁做先知讲道，因为讲方言的，若无翻译出来，互教会受造就，迄个做先知讲道的，比伊较赢。兄弟啊，我到恁遐，若只讲方言，无用启示，也是知识，也是语言，也是教训，甲恁讲解，我互恁有甚物益处呢？就是迄个有声无气的物件，或是达拉，也是琴，若发出来的声音无有分别，怎样会知所分所弹的是甚物？若分无定着的好声，即嘴会有被交战呢？恁也是安尼，只若无讲容易明白的话，怎样会知所讲的是甚物呢？这就是向空气讲话。世上的声音，或者真多，却无一项是无意思的。我若未明白迄个声音的意思，这个讲话的人的确掠我做话外的人，我也掠做是话外的人。恁也是安尼，既然是切无属灵的温数，就着求多多得到造就教会的温数。所以迄个讲方言的，就着求会翻译出来。我若用方言祈祷，是我的灵祈祷，总是我的悟性无有果效。这却是怎样呢？我要用灵祈祷，也要用悟性祈祷；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若无，恁用灵作声，迄个在座无通方言的人，既然未明白你的话，怎样会伫你感谢的时阵讲阿门呢？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袂会造就别人。我感谢上帝，我讲方言比恁众人搁较多，总是伫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讲5句教世人的话，较赢过讲10000句的方言。兄弟啊，伫心智的顶面，毋通做细汉囡仔，总是伫歹事上着做婴仔；伫心智的顶面着做大人。律法顶写讲，主讲我要用外邦人的指头，甲外邦人的嘴唇，向这个百姓讲话。虽然安尼，因还是毋听叹我。安尼看来，讲方言毋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就是为毋信的人做先知讲道；毋是为毋信的人做证据，就是为信的人。所以全教会组织伫一位的时阵，若拢讲方言，偶然有无通方言的，或者毋信的人入来，兼毋是讲恁癫狂了吗？若拢做先知讲道，偶然有毋信的，或者无通方言的人入来，就互众人劝醒，互众人心明，因心内的温情显露出来，就的确将面拍伫地呢，
敬拜上帝讲，上帝真正是伫恁的中间。兄弟啊，这曲怎样讲呢？恁聚会的时阵，逐人或者有诗歌，也是有教训，也是有启示，也是有方言，也是有翻译出来的话，凡事拢着造就人。若有讲方言的，只好两个人，至多三个人，各着轮流讲，也着一个人翻译出来。若是无人翻译，就着伫会中合喙，只对家己甲上帝讲就是啦。到伫做先知讲道，只好有两个人，也是三个人，其余的拢着心思明辨。若边头坐地得了启示，迄个先讲话就着合喙无讲，因为恁拢通一个一个会做先知讲道，互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得到勉励。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，因为上帝毋是叫人混乱，就是互人安静。妇女伫会中着合喙无讲话，亲像伫圣徒的正教会一样，因为毋准因讲话，因总着顺服，亲像律法所讲。因若要学什么，通伫家内问家己的丈夫，因为妇女伫会中讲话，原是通见笑的。上帝的道理，减是对恁出来吗？减是单单临到恁吗？若有人掠做家己是先知，也是属灵的，就应该知影，我所写互恁的是主的命令。若有毋知影，就出在伊毋知吧。所以我的兄弟啊，恁着切莫做先知讲道，也毋通禁止讲方言，凡事拢着规规矩矩照次序行。